克风测试哦，有哈，因为到因为到时候那个这边那个就不会有音乐嘛，那只有给那个OK 好，就先这样子。
兄弟平安，今日足好的天气，心情嘛足好的，对无？咱会当三甲组织一只敬拜上帝，是足大的福气甲恩典。咱即时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看顾，你的怜悯。你是早伫地，即摆伫地，永远伫地的天父上帝。阮要倚靠你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今仔日会当三甲组织伫你的殿。也是透过网络来敬拜甲学乐，求你圣神充满阮每一位，互阮的心、阮的目睭来拍开，来看见你坚固袂变的疼，带阮明白你的话语，体会你的旨意，互阮会当行出你所欢喜的。阮嘛将今仔日的服侍恭敬交托，求主引带带领，求主祝福阮每一个人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会当过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。咱来唱咱即个礼拜要吟的圣诗吼，共款咱请来吟圣诗504首，这是咱一个月的月定诗吼，月定诗。顶礼拜咱的指挥吼，伊伫老师有小可介绍啦吼，啊伫遮。我小可补充一下吼，咱看这首诗的上下骹遐有作词是陆先春牧师，作曲是陆一鸣牧师，毋是牧师兄弟吼，伊是作曲家啦吼，伊伫淡水教会，伊对音乐真哩，这是陆先春牧师的第3个第6个后生吼，上尾一个慢囝吼。我对陆一鸣兄弟呢较熟啦，因为细汉的时阵阮捌做伙过。因为陆先生牧师伫台东部伫个原住民的教会有20年久，伫遐对阿美族来传道啦吼，所以伫遐阿拢捌因的囡仔捌去教会做礼拜，所以伫遐有小可较熟安尼吼。对陆牧师呢较袂遐熟，因为差40-50年嘛吼，差40-50年。我有去甲编译资料，感觉真正无简单吼。这陆牧师实在是是一个，伊毋若是伫牧会。伫音乐真有温顺吼，这首是伊圣诗内底所24首内中的一首啦吼，所以拢有甲收录伊的作品吼。咱来唱，这首的用是伫马太福音第5章3节到11节，就是登山宝训、登山宝训吼，8福内底将迄词甲谱过来吼。咱来唱第1节。第1节，心内山脚有大福气，有份天国尊贵，有上的人有大福气，上帝甲因第2节，温柔的人有大福气，一定能有地，让我渴慕上帝。陆牧师，互咱陆先生牧师，互咱感觉真敬佩吼，跟学习就是讲。伊对传道理，特别对弱势者的传道理真有负担吼。伊伫新人院的时阵，还未毕业，伊就暑假呢拢有志愿去新人先拢出去教会，去学习嘛吼，去实习。伊家己志愿去东部。咱知影吼，咱较偏远，然后像东部啦，也是迄个离岛吼、平湖站，迄种新人先一般较拢照互学校排着队爱去，安尼无排，你就无主动去。伊家己
申请去凤林教会，吼，伫遐实习，吼，所以讲，伊爱伫发现讲，哎呦，遮个弱势者吼，特别遮较早拢讲山地啦，吼，山地教会，安尼，个成对福音的迄种真欠缺啦，吼，所以伊就志愿，伊就以后，伊会去了后，毕业了，伫三甲牧会差不多9年久，了差不多10年啦，吼，了就去东部。有20年久，伫遐退休吼，发见到伊的囝儿中间哦，拢真优秀吼。迄个第3个后生陆怡仁、陆伟仁吼，是新约圣经的权威吼，爱有翻译圣经。第4后生陆怡德、陆伟道牧师，就是咱这个新圣系的编辑委员之一啦吼。伊将要接任会，拢伫台湾新人院咧做老师咧教书吼，所以。因家族哦，伫福音的奉献的服侍呢，真重啦吼，咱真学习吼。好，咱来唱第3节。我里面兄弟。这阵牧师伊对音乐有温书，就是讲，伊去原住民20年中间，头10年、第10年了，伊就翻译阿美族的话。迄年的1956年，迄年的圣诞节就甲编173首阿美族的圣诗，互因唱。咱知吼，咱若是讲，咱若唱圣诗吼，是讲读圣经吼，要唱迄款的心内的感动。甲上帝的结连感觉加真密切啦，吼！所以伫遐对阿美族遮个信徒呢真大帮赞啦，吼！所以呢，甲了后伊嘛有甲伊的后生，吼，嘛佫有做几啊首的诗吼，编入内底。伊佫一个较特殊就是讲，伊26岁去日本留学的时阵，转来台湾参加一个领袖会时，伊就甲伊的后生做，伊家己头一首。毋是伊家己做的吼，头一首520首呢，伊家己做26岁就做一首诗，甲嘛编入伫咱的圣诗内底，咱小等下唱吼。520首，从至圣的天父求你压落听，吼，真有迄款甲上帝有真好的结连吼，祈求的声啦吼。所以感觉咱台湾足侪本土足侪信徒，足侪真好的见证吼，咱。较少拢，可能较少甲注意啦吼。讲即首呢咧介绍是讲，我特别甲看，真正哩实在是咱对咱甲咱真密切啦吼，甲咱密切的关系吼。咱来唱第5节。来。继续，咱来看第3首阿必然的上帝吼，即咱嘛若真熟，咱来唱第1节就好。阿必然的上帝，全权统治万有，古早就有，直到万世。人来主，独一自然之人，天地地的当任，着落我主，我上主性命永远无尽。咱来唱第1节就好。
好，咱过来，搁一首184首，184首，这咱嘛真熟吼。咱嘛来带一个就好。上帝疼痛，哪会遐大？欢喜是咧，互我，见我卑微小可的人，互我甲你滚我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深信，我靠会得到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迄日。就第一站。我想着讲吼，咱第一站吼，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疼痛，咱较头一辈知影疼痛是啥？啊，若痛疼咧，有诶，就可能，阮下拜五迄个甘那传记吼，伫遐咧，圣安讲迄个分享诶时阵吼，疼痛，上帝疼痛，上帝的爱疼痛，遮尔大，啊，若痛疼咧，心。受伤啦，真疼，痛疼，吼啊，所以呢，意思拢无共啦，吼啊，可能较少年的可能也较毋知影，啊，来咱请教一寡较老一辈吼，可能知影咯，平平字字，并做并来讲的意思拢无共吼。这是照咱我都看到，阮有都分享着，所以互咱参考。后来咱最后咱来520首，这是陆先生牧师少年从少年时记者大会。做第一首的圣诗，流行到即摆几百年啊，还阁伫咱的收录伫咱的圣诗内底吼。咱用唱两节就好，啊来准备咱的心来敬拜上帝。祈祷的诗。第二节。请咱准备心来做礼拜。
我的心真真，全部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伊是我的悬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伫你的殿内，阮笑念你的慈爱。即摆咱来唱一首部落的诗歌，圣诗504首，圣诗504首。心内闪遮有大好气，心内闪遮有大好气，有份天高尊贵，忧伤的人有大好气，上帝加因安慰，请起立来唱全首。请坐。即马咱来读使徒圣经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使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弄遗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，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同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即马咱来读启文11篇，启文11篇，伫信息的后壁面1017页。启文11篇，诗篇32篇，罪伫着赦免，罪过伫着撤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个性无奸诈。我若定定毋认罪，你的手明日当当刑罚我。
我有对你白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虔诚的人，伫通找着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我要教示你，只是你应该行的路。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。歹人会受真侪痛苦。义人啊，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即马过来唱一首诗歌，《圣诗》第3首，《圣诗》第3首。阿伯兰的上帝，阿伯兰的上帝，悬悬统治万物，古早就有，直到万世。仁爱的主，独一自然而然，天顶地下同任，着学老我上主的性命。永远无尽，请起立来唱全首。我。
请坐。即马咱来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阮的天父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阮深深来到你面前。阮为着乌克兰甲苏联的战争来祈祷。主啊，阮知伫乌克兰侪人因为战争来死亡、受伤，求你赐下平安甲安慰因的心，互因的心会得到平静。求你帮助两国的总统以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，会当有智慧的谈判，互战争较紧结束。求你也帮助台湾，侪人担心台湾的未来甲安全。求你也帮助阮的总统，会当有智慧来处理台湾甲大陆的关系，互阮会当平安过日子。主啊，阮也谦卑来到你面前，阮为着教会兄弟姊妹、会友来祈祷。主，你知影阮的软弱，阮可能伫过去的日子有得罪你的所在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。阮更加来深深来恳求，求你互阮有信心，会当面对阮家己。互阮知，只有我靠你，阮才会当去做你所欢喜的事。求你帮助阮一生信仰的道路，甲阮引带，互阮明白你的旨意，互阮知影你对阮每一个人的计划是啥物。求你祝福阮会当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。教会伫咧准备甲思考今年的事工，求你的信心甲阮每一个同在，互阮会当透过遮个事工，了解你互阮的大诫命，就是疼你。知影你是阮的上帝，甲疼咱家己。求主互阮有一粒顺服的心，互阮伫行你的旨意时，阮会当有气力，做工无野善，事事顺利，同工彼此相疼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宣告，你永远掌权伫阮当中。阮恳求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即摆咱来读一段圣经。今日的经文伫创世纪第15章第1节到12节，甲第7节到18节。创世纪第15章第1节到12节，17节到18节。现条我来读。第1节。遮个代志了后，耶和华的话伫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讲：亚伯兰啊，你毋免惊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极大的保守。亚伯兰讲：主耶和华啊，你要互我什么呢？我已经无囝，心接我的家业的，就是大马士人以利以撒。亚伯兰阁讲：你无互我有福的，迄个生伫我家内的是我的后事。耶和华阁临到甲伊讲：即人毋是要做你的后事，对你本身处的，才是做你的后事。
就带伊出去外面，讲：你看天，算遐个星，你算了啊未？佮对伊讲：你的雨的也要亲像安尼。后尾咱信耶和华，伊就甲伊算做义。佮对伊讲：我是耶和华，捌带你出家己地的尼舍，为着要将即个地，互你做业。后尾咱讲：主耶和华啊，我怎样会知要得到即个地做业啊？伊甲伊讲：你甲我出一只3年母的牛，一只3年母的山羊，一只3年公的绵羊，一只鸡水，一只鸡仔。伊就出遮个物来，逐项对中破开做2边，即边甲迄边排3对，只有鸟无破开。有鹰鸟落来，伫4个金星的顶面，后尾咱就赶伊去。日要落的时，后尾咱困冬眠，忽然有真黑暗的大惊吓到伫伊。第17节，日落天暗，有出现的炉甲底道的火把，对遐个破冰的肉经过。当迄日，耶和华甲后尾咱立约讲：我有将即个地对埃及河到迄个大河，就是必列河，互你的后裔。即马咱来请少年团体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《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》。
今日咱来请黄文如神学生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伫空中飞的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讲道的大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伫遮尔好的天气内面会当相甲组织。求你甲阮同在，拍开阮的心，阮的耳孔。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信心进入阮的心，互听的甲讲的拢当受利益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一天，我的朋友伊问我讲：“阿如，你讲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敢是真实的吗？”我甲伊应讲：“是啊。”伊讲：“安尼真奇怪呢。我读圣经的时，读到一个真奇怪的故事，我就问伊讲：是啥物故事啊？”伊讲吼，上帝伫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伊本地本族因老爸家。往上帝所指示伊的所在去，上帝佫甲伊讲：“我要互你成做大国。”这是上帝第一摆互伊的应允。迄时亚伯拉罕还佫无囝，伊带伊的侄仔罗德做伙传煞，就好亲像甲罗德当作伊家己的囝共款，伊就当作伊是伊的继承人，就安尼甲伊款待，安尼甲伊带喺身躯边甲伊疼。后来，因为两个人的财产真济，罗伯就因为安尼来冤家，所以亚伯拉罕虽然呢，甲罗德当作伊的囝带咧身躯边，毋过伊嘛是不得已，伊甲伊讲：“咱两个吼，毋通相争，毋通冤家。咱的罗伯，咱的牧者，拢毋通冤家，因为咱是一家伙仔。人就讲是安尼，家和万事兴。所以咧。”亚伯拉罕就甲罗德讲：“请你离开我。”后来，罗德伊就选择索尼的平原，就是恶摩拉甲索多玛的迄个所在，伊就搬去啊。哇，即款感觉就好亲像吼，人讲迄空巢期，吼，也是讲青少年要对厝诶出去诶时阵，迄款感觉，这我会使体会啦。毋过吼，亚伯拉罕伊款艰苦诶时，上帝来甲伊讲：“哇，你东西南北来看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我拢要永远赐互你的后代。我嘛要互你的后代亲像地上的沙遐尔济。”结果吼，过一阵时间了后，有4个王将索多玛甲恶摩拉的财产拢抢去啊，连住在内面的即个罗德嘛去互因掠去啊。亚伯拉罕听到即个消息了后，伊就带318个勇士、勇壮的人引导出生的即个罗伯，就去对迄4个王，毋但救出罗德，连伊所有互人抢去的物件，阁抢倒转来。这是一个真袂歹的代志啊！毋过，伫即个代志了后，上帝阁来甲亚伯拉罕讲：“我会保护你，我会赏赐你财产。”毋过，即个代志对亚伯拉罕来讲，根本就是无意义嘛，因为伊无囝啊，无人会当继承伊啊。上帝阁甲亚伯拉罕讲：“恁兜的罗伯拢毋是你的继承人，才有对你出的、对你生的，才是你的继承人。”上帝讲的话，甲较早2摆讲的拢共款，毋管是后代的代志，还是土地的代志，上帝已经讲第3摆啊。过遮尔久，连一个影都看无，敢讲上帝敢若是伫天顶咧飞的上帝吗？用华语来讲，就是上帝的话是大高空吗？上帝的话敢是嘛是相款伫天顶咧飞吗？安尼，即个上帝敢是真正信实的上帝吗？我的朋友用一个真妖异的表情甲我看，期待我互伊一个答案。毋过我无回答伊，
我问伊讲，除了你头拄仔讲的遮个，你阁有看到啥物咧？故事到遮就结束啊吗？伊讲无呢，故事无结束，阁愈来愈奇怪。上帝讲亚伯拉罕会有亲生的囝，就叫伊去算天顶的星，遐个星根本就算袂了啊！上帝阁讲伊的后代会亲像天顶的星遐尔啊济，然后阁叫伊去掠一只牛、一只羊，阁有一只绵羊，阁有放假，阁有粉鸟啊！亚伯拉罕诶，就去掠遮个动物来，结果甲牛甲羊仔对中啊甲破做两边，两边咧排3队。我知影迄个时阵吼，的人因若要立约的时，因着用即款的方法来立约。立约的人爱对遮动物的中啊行过。即个意思就是讲吼，若是无照好照行，没有照约来行，就会亲像遮个牛甲羊仔共款，互人破做两边。也就是讲，你若无遵守约定，你就会死呢。我是感觉吼，即个日落的时，然后即个日落的时，有炉，甲有火把对即两牛甲羊仔的中间行过。即个火嘛，我嘛知影，伊是代表上帝的热心甲上帝的性格，表示上帝家己会来负担即个约的责任。甚至上帝愿意代表即个死亡的出发下面来约束家己，来成就即个应允。我是感觉吼，上帝真无简单啊，因为吼一个神吼，伊用人所会当明白的方式来甲人立约，佮亲自降临行过遮个动物来完成即个约。毋过吼，这互我搁较傻无呢。上帝的话好亲像是伫天顶咧飞，但是上帝的行动却是遐尔啊真实。除了上帝互我三无以外，即个亚伯拉罕伊佫更加足奇怪。上帝自古早甲今嘛，对伊的应允，拢无一项有成。一捆仔叫伊看外地上的山，一捆仔叫伊看天顶的星，一捆仔佫讲爱有立约的方式。若偌做是我吼，我一定毋相信上帝讲的话，佮有伊所立的约，因为拢已经讲第3摆啊，连一个影都无看。毋过圣经吼，竟然讲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话呢。若是我吼，我一定会讲一寡场面话，讲嘿啦，嘿，感谢主吼。毋过即个亚伯拉罕真正相信，我感觉我一定袂相信即个上帝。如你看。即款上帝要安怎会当信得落去？亚伯拉罕伊的信心到底是倒位来的？我问我的朋友讲，你敢捌为着相信上帝即件代志来祈祷吗？你讲无呢？为着相信上帝来祈祷，毋是真奇怪吗？我甲伊讲，朋友啊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是互上帝称作义的，即个义代表是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重点就是伫即个关系顶面，对上帝的行动来看，咱会当知影上帝是偌尔啊重视即个关系，所以伊亲自降低家己，用人所认捌的方式来甲人立约，甚至。愿意受到死亡的管辖，所以上帝是真爱甲咱建立关系的上帝，伊是甲咱徛做伙的上帝，甲咱斗阵的上帝，毋是伫天顶咧飞的上帝。大概亚伯拉罕因为斟酌咧看啥人是伊的继承人的时阵，拢想无一个适合的人，伊的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的。伊一捆仔甲罗德当作伊的囝，带在身躯边，结果不得已就崩溃啊。然后伫咧看无人的时，伊讲无阮兜的即个罗卜来甲伊栽培养做我的继承人。结果上帝讲毋是，大概发生遮个代志的时，伊的心一定拢受影响的，一定嘛会惊吓的。毋过大概伫伊安尼郁卒的时，
上帝拢来安慰伊，拢来对伊讲，一摆搁一摆，互伊应允，讲我要赐福你，我要赏赐你土地，我要互你的后裔诚做大国。伫咧亚伯拉罕真郁卒的时阵，伊嘛真实在甲上帝讲伊的心内话，甚至是埋怨。伊讲：你要赐福互我，我却无后代，安尼才会赐福，对我来讲，敢有啥物意思吗？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真好，所以伊会当讲出伊的心内话，毋是讲一寡场面的话。所以因为即个关系，互伊甲上帝，互伊会当明白上帝，互伊相信上帝。虽然上帝是用伊会当明白的方法来立约，毋过伫上帝甲伊立约的进前，伊就已经相信上帝。伫咧伊还袂立即个约的进前，伊就已经相信上帝。举一个例来讲，我记得我要结婚进前，我的对象一直咧问我一个问题，讲你是安怎决定要愿意嫁互我？我感觉我的条件无介好呢。你是安怎相信咱会当做伙行即条路？伊即个问题互我想足侪工的。其实我嘛毋知影，毋过借着我对伊的认捌，我对伊的熟悉，我想我愿意甲伊继续建立关系，所以我选择相信伊。真趣味的是，伫办完婚礼了后，度蜜月拢转来我拢一定无去登记。有一天，伊的阿嬷就想着讲恁登记啊未？我的翁婿就真放心甲伊讲放心啦，袂走去啦。过一个月了后，阮的爸母拢看袂落去才叫阮去登记。结果要去登记的迄当阵我的翁婿佫甲我讲算笑，伊讲佫互你加捌一个月你即马后悔佫会使就是还袂登记，后悔佫会付我嘛甲伊应讲，你嘛同款，即摆后悔拢会付。这虽然是一个讲算笑的话，毋过我要强调的是，毋是我要强调，这无啥物好强调的，就是我要解说的是，我对伊的相信是伫办婚礼的进前，也是伫甲上帝誓约，甲伊甲上帝誓约进前就有所以较决定要结婚的。所以甚至伫登记的进前，阮两个人就已经选择相信对方这是因为先有关系，才有信心，后来才有即个约定甲约束。反倒转来讲，若是后来要相信毋相信对方，是因为无利约的关系吗？一定毋是嘛？一定是因为关系无好关系拍歹才无阁相信对方的，甚至无想要遵守即个约定，直到离婚。所以我举即个例，阁讲倒转来，对上帝的相信，也是因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甚至伫立约的时阵，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：你后代会互人虐待400人，总是我会审判即个虐待虐待你的后代的国，你的后代阁会对即个国炸足侪的财产出来。若毋是即个关系的基础，阁是安怎会当来相信即个遥远的400人了后，上帝会承诺真正会实现？这像是嘛咧表达，就算是相信上帝，生活看起来嘛无一定是一帆风顺的。就亲像伫婚姻的中间，虽然相信对方，总是嘛是有冤家，嘛是有意见无合，嘛是有困难的时阵。但是因为即个相信，互即个婚姻的约会当延续落去。我亲爱的朋友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虽然伫生活困难的中间、绝望的中间，好亲像看袂到上帝应允的中间，
咱常常无法度相信上帝，嘛毋知影伫即个困难的中间要安怎继续信落去。总是咱的上帝是甲咱同在的上帝，毋是伫天顶咧飞的上帝，伊渴望甲咱大家建立关系。我亲爱的朋友啊，听完今仔日即篇真理性的讲道，咱可能犹原真歹对上帝有信心。毋过信心毋是用想的就会浮出来，毋是。信心是甲上帝建立关系了后，认捌上帝了后才有的。所以，上时我嘛要邀请你追求甲主建立关系，咱会当拍开咱的心，对主讲话。若是大家有愿意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阮知影你是就近阮的上帝，你甲阮伫地。阮的理性甲阮的财物，阮拢知影你是信实的上帝。总是伫过去的生活中间，阮常常看无，阮常常感觉绝望。有时仔，阮将即款的艰苦藏伫阮的心内，阮毋愿意甲遮个话对你来讲。主啊，但是今仔日借着阿比拉罕的故事，阮知影，当阮感觉家己信心欠缺时，阮爱回倒转来看阮甲你的关系。求你帮助阮，搁较认捌你，互阮会当较无你，亲像你较无甲阮建立关系同款。主啊，阮知影，甲你关系会好，迄款的甘甜是偌尔仔水。过去阮可能有体验过，但是久久以来，阮已经无感觉。总是主，今仔日我嘛要伫你的面前定心立志，阮要来靠无你，求你的信心动工伫阮的心内。互阮会当自信看你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即马咱来唱圣诗184首，184首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欢喜施路互我，经我卑微小可的人，互我甲伊群我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。若亲信倚靠，为得着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迄日，请起立唱全首。因为我在。
请坐。即摆咱来奉献。请坐。即马咱来报告，伫报告台先，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。后尾咱信耶和华，伊就甲伊算做伊创世纪造就第6节。后尾咱信耶和华，伊就甲伊算做伊创世纪造就第6节。咱来看周报的第3面，我来报告圣工分担的部分。后礼拜的领唱是赵一诺长老，司礼是黄文宏长老，司琴张丁贤弟兄，献诗是港老团契苏献，诗兴与彭兆亮执事，交代彭兆亮执事陈顺祥弟兄、黄文琪姐妹，音控曹明祥执事、周侯邦弟兄。讲稿是第4章牧师，消毒是少年团契。咱来看后面的即个来州的聚会，咱来看拜三的早间的祈祷会是题目是找到这的路，经文是腓立比书第3章17节
到第4周的第1节。主理是科布斯，司会是定领高技师。后礼拜第1礼拜的题目是因那有人甲耶稣的上帝国。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0章13到16节，主理是第圣钟牧师。咱过来看迄个报告的部分，第9部的后壁面。第1点是中执会开会通知，伫本主日礼拜12点30分，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出席参与。第2点是信纲事项表，请各团体交下一季自费表予干事，交的期限是今日。第3点，常年甲妇女伫3月16拜3要去宜兰1日的春游，请参加的乡姐早起8点伫茂新路甲开湾街口准时集合出发，爱准时。第4点是主日礼拜的招待训练，定伫3月20礼拜了下晡1点，伫2楼礼拜堂举行招待训练，请招待同工的出席参与，也邀请兄弟一齐来加入即个主日礼拜招待活塞。OK， 那训练的内容，咱来看有3项吼。第1项是为虾米爱有招待，甲招待活塞的心态，甲招待工课是虾米？哦，请兄弟来有备心来参加。第5点是奖学金的申请，申请的条件是，你的总平均国中是80分以上，高中公职甲大专研究所是75分以上，交的期限是资料交的期限是3月27日。申请单正本甲申请表，请交予教育组的美妍长老，也是行政干事。第6点，咱来看新人主理学。新人主理学上课的时间是10点40分到12点，授课老师是全嘉玲老师。那第1摆的上课的时间是后礼拜，就是3月20号。那总共有6摆。那你个时间咱家己来看。那上课的地点是伫旧堂。那为着要准备讲义，请到2楼的来填写报名表。第7点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任，后礼拜是台南新学的奉献主任，请兄弟有备心。第8点，今日是万丰教会神礼点，本会控牧师今日前往万丰教会来主持神礼点。那今日敢有新来的无？ OK， 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有一位新的姊妹吼，伫咱新的朋友伫咱当中，甲咱三角聚会，伊是林依洁姊妹伫后壁面。好，伊是伊是基督徒，目前是伫林良堂的迄种新农福音中心，新农福音中心遐聚会。
爱以后要来了解咱长老教会的聚会方式甲聚会内容，所以经过台南民族路教会的季家胜牧师介绍伊来咱参加咱的聚会，阮欢迎你以后常常有机会来当到咱参加聚会，好，欢迎你。咱为今年度开始吼，咱教会嘛，逐礼拜咱会介绍2位家庭吼。咱今日要介绍的2个家庭，咱为代祷。头一位是咱李文福长老一家吼，甲第2位是陈胜荣长老吼。代祷的事项吼，李教授讲吼，因望因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吼，全家拢会归主，代代服侍上帝吼。第2项就是明白上帝旨意。建立家庭这段吼，信靠主耶稣，传福音，互所有亲族好朋友吼。圣王长老伊感谢上帝恩典的祝福，希望咱会当将咱面前的道路吼，逐工会当警醒交托伫上帝面头前，指引来引带吼。第3个就是伊有一个外孙女吼，谢永新吼，会当遵行圣经的教育。儿童吼，互伊会当行应该行的道路吼，就是到老也无偏离，我靠上帝吼。后来咱头做阵来对因2个家庭的祈祷。阮伫天父感谢你，阮今年度开始嘛，为着咱教会所有的家庭，逐礼拜拢有2位的家庭来为因来祈祷，望因伫上帝面前会当grund地主的骹步。李文福长老，伊伫咱教会服侍久久。伊望伊会当建立基督化的家庭，全家来归主，代代服侍主。望主引带因，伊家己嘛望会当明白神的旨意，伊的家庭内底会当建立家庭的这段。望主引带，互伊有气力，将这好的消息会当传福音，互伊的亲族好朋友，互更较侪人信主。咱嘛为着咱陈圣荣长老来祈祷。伊感谢上帝恩典甲祝福，望咱每一个人会当将咱每一个人道路，拢会当敬信交托伫主你的上帝面头前，主来引带带领。特别为着伊的外孙女谢永新来祈祷，望伫你基督化的家庭内底，会当通过圣经教导教养因，会当互伊应用来grund地主的骹步。阮将因2个人的家庭。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阮的祈祷，拢会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即摆咱来唱信心393首，393首，学咯，全人稳定自在。唱完我来请文林长老来为咱祝祷。唱起哩。做阵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叹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直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多谢。咱唱平安的。因为耶稣，
祈求平安、平安。